林 Sir 啊，呢個新嘅宣傳短片《跨越時代動力》同過往嘅製作有啲咩唔同呢？嗱，介紹警務工作嘅短片以前都拍過好多啦。咁呢一次咧，我哋係聘用一間製作公司同我哋拍㗎。咁佢用咗好多好新穎嘅手法啦。除咗注意動感呢個畫面構圖之外咧，就盡量少用旁白。警務工作就1年365日啦，1日24小時啊。咁我哋以1日24小時唔同嘅時間去介紹出唔同部門嘅警務工作。點解會有拍攝呢個宣傳短片嘅構思嘅咧？我哋鑑於香港回歸後咧，好多海外人士對香港真實嘅情形都冇一個認識。咁我哋拍呢套短片咧，一方面咧就係話俾所有人聽，香港警察咧喺回歸之後咧完全冇改變，除咗徽號同埋呢個名改變之外咧，一切就係同以前一樣。另一方面咧就話俾所有人聽，唔止香港警察冇改變，香港都冇改變，依然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穩定同埋安全嘅城市。林 Sir 啊，我哋警訊嘅觀眾可唔可以先睹為快咧？當然可以啦。嗱，因為我哋要喺海外播送咧，我哋有4個版本嘅，有英文啦、廣東話啦、普通話啦同埋日文嘅。我哋而家就睇呢個廣東話版本啦。係世界人口最稠密嘅地方之一，亦係一個最安全嘅城市。人口650萬，市民安居樂業。呢度亦係罪案、暴力事件同埋動亂發生最少嘅地方。除咗因為香港人熱愛和平、深懂修身與和睦相處之道外，另一方面係呢度有一支由28000男女所組成嘅世界上歷史最悠久、維護法紀、表現卓越嘅香港警察隊。种种都好，球店总的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Also, I know from my staff zone activities that say that the girls and ladies at work have no problems travelling home late at night. 香港都幾安全咯，夜晚出街都唔需要擔心咯。香港の警察が、治安を維持しているおかげで、夜でも安心して歩けます。Je pense que c'est dans la mentalité des Chinois de Hong Kong de considérer leur police comme bien faite et de ce fait, ça donne un sentiment de sécurité. 呢度更係世界上交通最繁忙嘅地方，警察要維持大約50萬架汽車喺超過1500公里長嘅道路上暢通行駛。作為世界上最具規模嘅海上巡邏隊，香港水警擁有166艘船艇，負責喺超過200個海島嘅香港水域內巡邏。
受過嚴格訓練嘅警察隊，確保香港市民能安居樂業。光陰循環不息，旭日初升，帶來新一日嘅開始。香港保持不變，繼續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同穩定嘅地方。話應徵做秘書，男女平等，事實未